好來，鄉親人繼續來看新北市三重埔有一間便當店，在當地不止啊出名，講有消費者去買一粒便當，食到一半，發現內底有一隻蜂真大隻。伊是看一個攏食袂落去，店家是來解說講，實在嘛唔知影遐爾啊大隻的蜂是安怎樣會飛入去便當內底咧，嘛已經甲人客回失咧咯。雞腿排切切的，有幾若項菜來夾。佇咧三重埔一間便當店，佇咧當地佫小可出名。食飯時間若想要食，佫着愛排隊。毋過着有人客買轉去食，怎煞無胃口。烏黃灰條的一隻蜂，就安尼倒佇咧便當盒仔中，甲雞腿排當做麵皮咧夾，看起來大約有半支磚頭啊長，互人看了是真倒彈。有點驚悚，看起來是蠻奇怪的。正常便當怎麼會有蜜蜂？我自己是沒有遇到，但是如果遇到的話，我應該會反胃。應該不會吧？因這咧食攏足順的，應該是誤會了。他們人很多，他會看吶。頭家講接到反應的第一時間，員工就甲人客表示會當閣做一份，而且閣甲回釋咧。強調了後會加強摒掃。若蜂是為倒位來的？頭家講家己嘛是三無章。我看一下那個蜜蜂。它是沒有經過烹調的。我們在夾菜的過程中，或是包便當的過程中，坦白講，有那麼大隻的蜜蜂來，大家必然可以看得到的。那其實遇到這種事情，我們店家也是真的也是很無奈啦。那新北市衛生局是表示會派人來稽查，若無符合規定會限期改善，若無改善完全會閣再開單。不過食到一半有蜂來做伴，難免互人會驚。消費者敢若毋望這類代誌莫閣發生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韻竹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隨時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